13分鐘就瞓得着，你冇聽錯啊！而家我日日都瞓得到又瞓得好。其實我平時做嘢咧都係幾忙碌嘅，咁好多時候做到體力透支啦，或者個腦太繃緊咧，會瞓得唔好，搞到個精神差又 focus 唔到。咁最近咧有唔少朋友問我：點解做咗媽咪之後面色反而好咗咁多嘅，咁精神嘅？梗係啦，唔夠精神又點照顧仔仔陪佢玩呢？所以我係好着重睡眠質素，唔係淨係講入睡嗰下喎，係優質嘅睡眠質素，瞓得好先會夠精神，面色先至會好。有冇聽過腸道係第二個大腦呢？腸同腦之間有一條腸腦軸，佢哋溝通唔到，自然就瞓唔好。要瞓得好，就要用益生菌養好腸道，養好腸腦軸。Whole Plus 腸腦通醫學級益生菌原配方550億，有6大助眠成分，包括褪黑激素、GABA、專利木西草素等。人體實測最快13分鐘就瞓得着，仲有研究實證可以促進深層睡眠。名副其實係瞓得到又瞓得好，連專科醫生都推介。自從每晚食一包腸腦通，未聽完幾首歌就瞓着，半夜冇再扎醒，第二日夠晒精神做嘢同埋照顧屋企人。記住臨瞓前10零分鐘先至好食啊，因為腸腦通真係可以令你好快瞓着，好 work。